好啊。包大爷，是什么要紧的代志？迄件代志已经起恶啊！你赶紧离开这所在，愈紧愈好，愈远愈好啦！哎，紧的啦！我就提来啊，无钱哪会行有路？爱偌济100年。啊？100年？好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这100两若无摕出来啊，万一若是逼空啊，对你是真不利哦。好啦，你先去树林等我，我马上送钱去互你。对啊咧，紧的啦，我来。紧。哦，我当然来啊。原来钱，你放心啦，伊交代我叫我打摕互你，你看你赶紧摕我啊！我摕互你。朋友，你较紧张啊！朋友，爸，困死伊。朋友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去出戆好，伊要变朋友。这叫做一色相鸟。啊，系咯，我袂记我用。你什么笑？手铐拍开，平嘞，选手在跑。好，我的性命互伊点着。店长，你让我再讲讲明啊！进，小人开始，小人开始。戴上手铐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赶紧将这个尸体收来。我现在要来群众迄个凶险。是。小李啊，小李啊，哎，这看。你落后来。哦，有啊，我这啊无。啊，真歹势，真歹势，为了小可代志耽误着，作死的。无要紧啦。哎，放爷，啊，你约我来这是啥物代志？哦，无啥物。哦，对，最近好。啊，歹啊！你落来关迄个吼是散秀才了，较钱嘛钱无有，最近哦安尼吓啊，啊，衰个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你这是？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你帮忙一下。放爷，这是啥呀？鼻酸啊！医生啊！来，你来采来，你来采来。吼，我煮这个汤哦，足赞的赞。哎呦，哦，你摕这包是胡椒的哦，若搁甲淋在内面哦，哇，食了较会记味，还搁较赞。对，哎，搁淋落去哦。哼，这包若是真是淋落去哦，我留咧，互你家己食就好啦。我啊，莫啦，歹势啦。到阵你开钱叫菜，啊来互我食，安尼我食袂落啦。哎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这是砒霜啊。啊，哎。走，无你的代志。这是啥物啊？妈呀！你摕这包花是要做啥啦？对，这袂用啊！
这安尼袂用啦。这件代志，你若甲我办就好势，以后搁有后事啊咧哈。咦，还阁有后效？嗯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啦。会记得。好，唔通老有分际哈。知啦知啦。等下等下等下。小丽啊，小丽啊，我是迄个李老头的表小弟，李老头来无？哦，有啦，啊拄好伫遮，啊甲班君行拄则出去啊。哎呀，迄家路来转代志了了，安尼无底人我找一个人嘛。啊，最近真奇怪呢，哪会拢跟迄班君行安尼定定甲相连啊？就是安尼。这真奇怪哦，恁表兄是毋是你要上底路啊？是底咯？对啊，有拄则哦，无代无志甲班君行摕一包片霜。班君行摕片霜。哦，你饭菜准备遮好哦，这无酒哦，你真可惜啦。我准备一壶酒吼，请你上供啦。我甲你开，我甲你开门吼。多谢啊。免客气啦，免客气。来，来，请。相公，相公来食饭，啊，阁有路头送一罐酒要予你啉。酒饭摆放在地上。一醉解千愁。表兄，表妹定下。表兄，你为什么唔讲话？你为什么唔讲话啊？也敢拢会见我。比无，含的冤啊情。
你讲啊，你来会看我有何用？无我村民有君啊兄。较差不多了哦。哦，你唔知好歹，你知？是阮查某囝来甲我参详，讲着互伊来甲你见面，伊才要甲昆凌啊结婚。哦，要无我随便就互伊来遮看你哦，较差不多咧。刘小姐，方君行是令尊最得意的囝婿，也是你终身最可靠的伴侣。你应该听从令尊，会教导才有幸福的一天。表兄，刘小姐，我是一个杀人的上犯，我并无什么款的希望。我只希望你为着终身的伴侣，应该心中的考虑。表兄，你为我的蛤蟆万事的心念，伊会愈回。我知的表兄，你的真心话，上请的表妹啊，你早回。咱才见面了，你都随便赶我走，敢讲你恨我害你死？村民的花林啊，该不的彼路，予伊的度分啊，愈会彩裙。是惊死阮才有大好啊，赢的上运。表兄，不是表兄，上面这个歌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果。你的不平之愿，有一天一定会洗清。我从来就无想这款的希望。我有信心。我一定要等表兄你倒转来。表兄，无咯，明仔载啊，你都要甲昆凌啊结婚啊，什么要等什么人倒转来？来来，啊等人互你看着好吼。我还等你阿弟。叫你叫你是安怎？我还等你阿出面。我叫你叫你是你说，这是你这个。表兄，我还等你。我还等你啦，出面啦。我无爱食饭，我要啉酒。哎呀，我疯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干呀！对娘。就你家啉落。你免加声，既然你无啉的，搁再啉。对呀，救命来了，救命来了，救命来了！为什么你叫别人啉？没啦，什么人叫你安尼做？对，就帮君宁啦，帮君宁啦。
好，我暂时留你。干兄，拄只老头所讲的话，你拢有听到吼？正知的君仔兄，干早报，险险的不避的命会来哦。承受的一败，是啊，阮人何必的如此来写意？幸我的一颗心，是金心，因此了来好知心。感谢你的上帝，大兄，你不必自怨，是在下负责诈办，何必客气？何况我还阁要拜托刘小姐帮我我了享受。要金钱决心无，我靠和命，阮不愿拜我真的来切老命。刘小姐，你必须爱甲帮军营拜堂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爱你协助我侦破秀王的命案，为干公主洗刷冤枉。好，我会照你的话去做。姨母啊，要无你小姐是准备好啊，还未？好啊好啊，早准备好啊啦。哎呦，若好就赶紧来甲带出来，甲新郎拜堂啊！好啦，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哦。去，你穿穿来。做新郎，鼓吹八音也上空，连珠炮响乒乓，贺喜人客客满堂，做新郎人五五，拜前拜后咧拜祖公，东讲龙到龙，凤到凤，阮拄咧高档讲，我这个摆山家偏偏会当配凤凰，多年来总算得到我愿望，今日我头插金花，心情红袍，欢欢喜喜要入洞房的。简单想人就爽，无山山上今夜我要水上王啊，水上王。姑爷，嘿，稍等下哦。姑爷，你应该去陪人客，唔接到。无，我不爱去，我要陪你。不灵的啊，等下较紧的。哎呦，阿哥哦，你是咧紧啥物啊？来，紧嘞，人客是安尼满堂哦，行，来陪酒，行。一件来件啊，个，溜溜。
对对对，人讲暗暗啊无，才会生查甫。无事，安尼有啊。今仔日这声音哪遮歹？我今仔日是要来你讨命啊！你害你卖我啦，秀红，你饶我，我会害死春美。范君香，你看。我是开封府的士兵，互伊电召，你的口径已经拢照了。民间何为？别个当大闹开封府，